来国民党团的总调鲍坤基又带团去中国访问，拄转来台湾，昨昏伊嘛有开记者会。鲍坤基是强调讲，即届伊去是专讲想要推动观光交流，要降低两岸紧张的关系。面对中国即马单方面宣布开放福建会当去马祖旅游，交通部长王国材是认为讲，中国开放的范围伤小啊。因为民进党团的总调郭建明是积极讲，这拢是传统好势的政治戏出，伊嘛要求鲍坤基有和中国讲啥，就要甲民众交代要清楚。国民党立委组团到中国访问29日开记者会，党团总调鲍坤基讲，即届破冰之旅毋但推出观光，还阁降低两岸紧张关系，呼吁孙总统赖清德爱勇敢面对两岸关系。不过，民进党团总调郭建明质疑，这是国强讨好的政治大戏。更希望赖清德总统当选人能够勇敢的面对两岸关系，必须要来改善。我们必须让民众远离兵凶战危。这是早就密谋好。串通好的政治大戏、政治骗局，柯文哲必须回答的。你看嘛，王沪宁密会谈了什么？换了什么？南委访中了后，中国遂宣布开放福建省居民到马祖观光。福建省推出新一波惠台13条措施，开放部分东西产品输往中国。开放20个试点城市网络新办补发附带证，各大班提出开放两岸30个航点甲海空客运直航。鲍坤基爱行政院一天开放15000至2万个旅客来台。不过，行政院长陈建仁是希望两岸会当回来到原来平台沟通。交通部长王国材认为，敢若开放马祖实在伤小。它的幅度或者是它的这个作为呢，内容呢，并不符合我们预先的这个期待哈。但是呢，我们仍然很乐见呢，有这样的一个对于台湾的呼吁呢，有进一步的这样的一个回应。所谓对等，就是用疫情前的这个水准嘛哈。这是团客全面开放，自由行47个城市，那。所以我觉得它是虽然有善意，但是这个幅度太小了一点。中国这届并无开放到金门旅游，金门旅宿业者真失望，也有可能是因为渔船变尊案的影响。我们在猜想，这次应该是我们的金门之前的一个船难的一个事件，所以引发一些后续的一些影响。对中国要关护花莲地动灾民组合处，内政部处长花建群表示，灾民的安置后续的方向是扩大提供租处，若做也无够，组合处是选项，不过目前无遐尔着急要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